你哋兩個咁急去邊啊？我收到學校嘅通知啊，學校好似話一個特別任務俾我哋喎。我都收到啊，好似係 VR 任務嚟啊。你就做咩啊？你有 VR 任務啊？仲喺度玩？我唔係喺度玩啊！古語有云：讀萬卷書，不如行萬里路。我諗住咧暑假咧去中國旅遊啊！依家邊有人咧喺度實體旅遊㗎？依家人哋興 VR 深度遊㗎嘛！我哋設計呢一個 VR 遊戲，可以帶你遊歷中國名勝古蹟。呢個 VR 遊戲用咗3I 設計概念。咩啊？3I 係3個 I， 英文字母嘅 I 啊！第一個 I 係 immersion， 令你有身歷其境的感覺。第二個 I 係 interactive， 給你互動效果。第三個 I 係 imagination， 帶你進入想象世界。第一個要介紹嘅中國名勝係長江三峽，我哋用咗 immersion 嘅設計概念，帶你遊歷長江三峽。第一站就係八帝城，兩岸猿聲啼不住，輕舟已過萬重山。你聽下，真係有長臂猿嘅叫聲㗎。之後我哋會經過長江索道，遊客喺纜車上觀賞長江景色。哇！轉眼就去咗長江大壩啦，聽下水壩聲聲幾好看。中國水利工程真係偉大啊！第二個要介紹嘅中國古蹟係兵馬俑，我哋同樣用咗 immersion 設計概念，帶你進入秦始皇陵墓睇兵馬俑。除了有兵俑和馬俑之外，我哋仲準備咗兵馬俑影片給你們觀賞。第三個要介紹嘅中國名勝古蹟係萬里長城，我哋用咗 interactive 嘅設計概念，讓玩家透過互動遊戲去認識中國萬里長城嘅由來。萬里長城主要用嚟去抵抗外敵入侵，但係件事啦，匈奴兵偷襲我國領土啊！快啲放手發炮擊退敵人啦！耶！我哋打勝仗啦，成功保衛家園。第四個要介紹嘅中國名勝古蹟係千島湖水下古城，我哋同樣用咗 interactive 嘅設計概念，透過互動遊戲去讓玩家認識呢個極少人知道嘅水下古城。你睇下，潛水員出發啦！水下古城位於水深100尺的海底，所以潛水員都帶備咗電筒，小心翼翼咁去探險。好緊張啊！你都快啲一齊探險啦！第五個要介紹嘅中國名勝古蹟係杭州西湖，我哋用咗 imagination 嘅設計概念，我哋希望透過 VR Cube 營造一個詩情畫意嘅情景，再加上玩家嘅想像力，讓玩家不知不覺咁走入杭州西湖迷人景色之中。杭州西湖景色真係好迷人啊！你細心聽下，有湖水聲、雀鳥聲、馬蹄聲，仲有水中倒影添啊！加埋我哋錄影嘅古詩，相信一定可以令玩家體驗到詩人白居易喺詩中描述嘅杭州西湖。